世界各地的莲友，还有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今天5月7号了，今天5月7号啊，礼拜四，星期四啊，利用早上的时间呢，跟各位大家来做一个佛法上的交流，佛法的交流。那么我们首先呢，报告法然上人，他是日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，实际上他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再来人呐、大势至菩萨的再来人，所以他非常有修行，非常的伟大，悲心呢无量，悲心无量。那么他讲的弥陀名号者，叫阿弥陀佛，他的名号叫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，阿弥陀佛这个东西呢，那么极善最上法也，最上法也，极善就是最妙的啦，最微妙的，难以想象，不可思议的。说最善就最好的，最上法就至高无上的。这一个修行的法门呢，是一个方法呀。这个法门耶，法然上人说阿弥陀佛的名号原来是这样，是这么微妙是至高无上的，没有人能够越过，能够超越它的。说是名号，这个名号就这么一个里头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这么大的含义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名号的尊贵性。它的尊贵性，它价值性就在这里。虽造罪凡夫，虽然你是一个造业造罪的凡夫众生，凡夫，所谓凡夫，一定有很多的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，就不懂得什么叫做是非判断，他不懂，随便乱做，胡作非为。所以这个，虽然你是一个造罪的凡夫众生，修之得往生，修之就念，你念这个名号，你只要一念，你照样可以往生。哇！哎呦，这是我们众生最造罪造业的凡夫众生，这个苦海烦恼的这些苦海众生，唯一的能够选择的道路。我们如果说要把这个罪洗刷，我们的妄想散乱心要让得干干净净的，我们才有机会跳脱嘛。但是我们凡夫众生做不到啊，我们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那种习性，已经种得很深很扎实。糟糕了，所以我们要其他的方法，你怎么修？没办法。但是法然上人提醒我们，因为这个方法是特别殊胜、特别伟大，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佛法。虽然你是一个罪恶的凡夫，但是你去念修，就是要去念，你念它，你就得往生。为什么要念呢？因为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他修好了以后，要用名号来度化你。只要你念，你就靠他的名号。阿弥陀佛把他修的功德透过这个名号，没有条件送给你呀，没有条件给你，你一念，我功德给你，我的福报给你，我的智慧给你，知道吗？我的修为一切累积的这些殊胜的这种功德，我全部给你，透过这个名号，我送给你。所以你念佛就靠这个名号到我极乐世界来，各位是这么用意的。所以我们只要一念，你就可以往生。他力难施行也，这是他力，就靠阿弥陀佛叫做他力，这是很难去想象的你很难去想象的一种修行方法呀。所以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叫做他力修行，就是他力修行，这是难以想象的。并不是我们人能够预测，用我们人能够分析，用人能够去判断，去研讨出来的东西，人没办法的。这是他力，就完全靠阿弥陀佛的功德力。这一种是难以想象的，不可去，是我人难以去思议的这么一个修行方法。虽然寂福底下，我们寂福完全充足了，被绑住了。你看，被爱恨情仇绑住了，对这种贪嗔痴绑住了，我们是不是都这些，我们都被他束缚了，对不对啊？看不习惯，放不下，然后什么东西跟人家计较，我们都是很在意这些东西每一在意，这个心性就被绑了，好像一条绳子绑的，到最后五花大绑啊，五花大绑这样捆紧紧的这样。
这一条绳子绑起来，这一条绳子绑起来，你绑手绑脚的，你看全部都被绑住了。我们是没有办法解脱的。你靠你自己想要把这些东西怎么样把它解开，没有办法，没有这个能力。所以，我们虽然是在这种被绑的这个底下，但是信之亦然矣。只要你相信，哦，原来阿弥陀佛要救我，阿弥陀佛靠名号用名号来度化我，我相信，我知道，我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你信，相信，那亦然矣呢？他也亦先来接引你。佛阿弥陀佛不放弃你，永远不舍弃你，照样来接引你。所以各位，只要你念，好好的念，修就是要念。那么信，我绝对相信，坚定的信心，我不改变，不怀疑。如果你能这样，你看阿弥陀佛照样给你希望。所以你看华严上人讲这么好的话啊，这个对我们众生太大的带来一线的希望，对不对啊？没有其他救度的法门。其他修行都是自力修行，我们自己必须要把我们自己一切的这种恶习很坏的习惯改变，你才能有机会跳脱。但是我们做不到，所以我们现在靠阿弥陀佛，就是他力，靠阿弥陀佛的救度，我们一切问题解决了。虽然我不好，虽然我很糟糕，虽然我很坏，虽然我是一个大恶人，但是我只要相信，好好的念佛，彻底的忏悔，阿弥陀佛不放弃我，救度我，照样往生西方。哦，感恩阿弥陀佛，你大慈大悲、大愿大力啊，感谢哦。所以我就想说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慈爱的父亲啊。对不对？永远疼爱着我们，不忍心他看到他自己的孩子啊，在娑婆世界，在这样的流浪啊，受苦，他不忍心。所以我们很感恩阿弥陀佛，感恩法然上人，他讲出这段话，让我们这种罪恶的凡夫有希望了，大家都有将来了，不会在恶道受苦了。感恩哦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今天我们用这一章来给各位大家提供让你们好好增长信心，一定要大家好好的念佛，一定成佛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